人之开年，是在天下的东宫李渊。当朝真命天子之称的李世民，国君隋炀帝杨广，单身武文化及。当朝第一军师之称的徐茂公，虎眼良鼻，神速300将军刘金广，有武德将军之称，18条好汉在内武文成都。多愁善感，慷慨豪气，18条好汉在内真强之硕果，外号小明祥，以忠心耿耿、见义勇为，练成组团绝艺130斤，一队的真家眼。天面红袖，凤玉天神，地勇相传，为人豪爽，18条好汉在内先雄信。苦面求死，写出地雷，勇力无双，尽忠不二。惯用高达更变的18条好汉在内不敌强。英俊潇洒，身手敏捷，胆识超人，18条好汉在内燕山罗成，怀有天下一绝罗家昌。个性爽利，寺庙之后，化茶兼美言卫生，福清福将之称一听价金。伊自在定国安邦，三宝定华岗，山东好汉听价金。为了未输盐，犯法被判坐监牢。水东演义。杨广、东宫李渊因两义表兄弟，奉了隋文帝杨坚之命，复请救兵，征伐陈国，欲敌陈河楚。双方端阵相接，战得马平人寰，陈兵节节败退了。后主当场死亡了。将将官，红日下来。因后主的指挥，张丽华甲孔贵斌也被了杨广的士兵所俘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军英勇，一战成功，并吞陈国。这是秦王领导有方作战基地。李渊，你也先令带兵啊！哈，边秦王，丁后主的家眷一网打尽了，带进来，遵命。这两名，这是丁后主指挥张丽华甲孔贵斌。哦。原来就是陈国有名张丽华甲孔焕啊！来人啊，将这两个先甲押回房去，我亲自来问口供。遵命。有兵来，其余只家眷拢甲押入铁牢。遵命的。将将辛苦了，罗将官。杀敌宰羊，开300桶的龙酒，犒赏众兵士。陈后主的心爱张贵妃甲孔贵斌，亲怀国庆家仇，因两人隆中言话，私结玉器，杨广为后主报仇。这个时阵，杨广心怀不轨，想着要占有义妃，以借酒脱罪，要施小人的行为咯。红颜
亲啊！干杯！来，这个时阵的李嫣看到二妃有诈，又看杨广好色，依靠难食，采取急救措施咯。来，啉了。兴亡好也不杀，接信低音多报。应该。是啦，好爷，你乃是当世英才，阮两人能陪你饮酒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有幸，确实有幸啊！来，我敬你3杯嘛。10杯嘛不要紧，来吧。呀！李彦弟，金龙，二李有诈，献美人计，酒中下毒，而且两人身上暗藏银针，欲刺金龙。我非圣魔，我哪里也唔知。我是要亲下手，何用你来动手呢？你某恐惊金龙酒醉，措手不及吗？我唔是醉鬼，你不款天强大胆。阿毛，你醉咯，我甲你扶上床嘛。代念你我是仪表兄弟，大胆脸，你敢讲我醉啊？阿毛，你好好困吼，你休困啊。这个时阵，李彦扶杨广上床了后，伊在这个窗外伫咧观看杨广的动态。此时假做杨广调集新北的武士，勒令三更在要行刺李彦。准备！李彦啊，你的智慧超我非地理者，必成有患啊！智慧清明的李彦见杨广的不行，伊忍耐不露仪容，想出脱身之法，请也带新北的一班人离开险境，再度护国之策。阴险迫击杨广故意造谣，杨将灭，李东兴。同时随问题杨坚多疑，下死要尽其利息。这时阵的李彦为票号约回太原路。杨广的新北战将武文化局继续在咧追击李彦路。好汉！新桥黄桥尾，济南步快，山东好汉金属宝出现咯！济南步快，山东好汉金属宝，方案来到中途，贵家庄的庄口，遇了抛手球的事情咯。白纸白泡泡，写字还得过，读
册嫌艰苦，每日想佚佗。俺哦，甲体较灵哩哈。3岁啦，咧体较灵哩。也无你讲俺，毋是啦，俺。啊，讲好啊，俺吼，迄四声哩哈。俺毋是别人叫做林啊长啊。林长啦，林长啊，长拢总是共款就对啦。本少爷林长，来，53，哦，你5两银，5海5两银，铁布良你也5两银，丁坤5两银，明玉5两银，创雄先生你也5两，大家拢总5块就对啦。这5块什么意思？恁大家听清楚哈。因为咱这个贵家庄啊，这个贵英小姐在要抛绣球招亲咱人若愈济，就愈会去互抛着。多谢少爷你提钱助阮娶某。不，稍等咧，啥人在要提钱你娶某啊？我的意思你听无？恁啥物人若伸着绣球啦也是抢着绣球，也是去互抛着绣球，拢总爱摕互我就对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你嘛免用遐多钱啦，对。就叫媒人去甲伊讲亲就好啊嘛。好啥？贵家庄迄个庄主是做贵死人呢？贵死人你靠呀吧！贵司郎伊是朝廷的替官者呢，迄大官退休的迄财势力俱全因查某囝美若天仙，而且是一个才女呢，千金贵女啥物人会当顶对伊啦？看对毋对？讲一个无输赢，咱这个济南一代弟兄专只盔卡香烟绕，神经兼起笑呀！有影算算咧，咱烟头兼英俊，较早困变着咱这班人拢无资格去甲伊顶对就对啦。话我讲倒转来，这个贵死人贵死人靠呀！贵死人迄真古怪呢。因愿意抛绣球招亲，绝对唔愿掠媒人做亲就对啦。所以我想这个办法，人愈济愈会去抛着你咧。无论讲抢着、神着，也是去抛着，拢总互我就对。安尼对，恁摕5块人拢爱注意哈。啥物人抢着、神着若抛着，拢爱互咱林少爷哈。咱这朋友会教你，实在会教你温我的啦。贵家庄的庄口人山人海，一个等候绣球抛落在因的身上。另外，这方面有一位在国不倒、我不转的买秀才专，伊自卑感真重，唔敢奢望这要抛着绣球。但伊在人群外，伫咧观赏热闹的情景。同时，金属宝也徛在树骹，伫咧观赏咯。时刻已经到，桂英千金小姐拿着红色的绣球出现在彩楼之上，亭亭玉立、美若天仙的桂英将绣球荡在空中咯。一阵的大风自将绣球给吹偏，落在左安的身上。我会看，抛着我咯，朋友。你怎样夺走我身上的绣球呢？你身上的绣球，黑白讲我就是贵家的囝婿咯。你这个人欢情逆理，不守孔明之教，闪开咧！我唔知影讲你温姑姑兼摆卡，下一个夸倒。敢若袂输古平潭石屎甲夸一样。迄只牛若去互迄个小姐看到，我看下就惊死哦！朋友，恁实在真过分啊！这粒绣球明明抛在这位兄台身上，你夺贵家姑爷的地位，又搁侮辱这位兄台，实在太不应该啊！3岁，你得要做为正常朋友，做事爱天良道德，爱尊重情理法，爱光明磊落。唔通做出卑鄙的手段，强正义滥用啊！大啊，这个破病赔咧招呢？安尼好，你甲点2把，互伊惊一哩。好，来啊！我就是叫做5山，敢若亲像泰山之稳。
大家无气嫌财宝金王配剑，呀！一步做狮啊摇头，一步做鸟鼠爬楼，闪开换我来，耶！落马翻沙，水牛过役。二位兄弟功夫果然练得真好，我也愿在各位面前献几手，大家做参考吧。来，快来冲上！山东好汉真小宝，在了群众面前，你的表演36门真加眼咯。双眼拍地伫雪路界顶，使群众看得目睛跳呆。眼法这么好，一定是山东金属宝。真小宝就是这个哦。差不多。哎呀，你唔要较早甲你讲咧。真的啊，阮大家哦有眼不识泰山呐，原来就是真大啊！来遮讲大家安尼顶侃侃，喂，你唔捌哩笑，你唔捌哩哦，鼎鼎大名的金属宝呢，真强呢你两个在看啥？目睭拢叫土糊的。不在真强，如名属宝，万望各位赐教赐教啊！今仔日哦，会当还好咱真大爷是三生有幸啦，方才师吼真抱歉，真抱歉吼，总是君主对，我讲者这位君主，小人左安，呀啦，这个手球吼，远远跪在你的身上就对啦阮真唔对吼，原谅，阮大家要等做生意嘿，对啊，做姑爷做无成，大家都等来做烟头了。真正过时啦人兄见义勇为，讨回公道，真是名不虚传的真强小名将。这贵府当之无愧矣。左兄你过奖了，左兄慌乱行动，你福分透天，令与贵小姐结亲，可喜可贺请姑爷进入贵家庄见阮老爷。好，你先行吧。就是我来。人兄令陪不孝，进入贵家府，我有事在身，不能奉陪啊。人兄，这贵重之宝，这首诗你认为如何呢？是嘛？日月照凉州，回南逆水流。扫尽杨花落，天子跪乌头。烟地是真兄，大家小巷纷纷议论这首诗，大家小巷争落城街都打这首诗，所以众言说天子是李渊，这首诗是李渊所题，所以隋文帝大怒。也派人伫要征召李氏，这事有蹊跷。阮老爷在等你，请姑爷赶紧来哦。是啦，左兄，唔通耽误良时节日啦。真兄，国家兴亡披露有职后会有期告别咯。扫尽杨花落，天子跪乌头，你。跪入乌头为入你，这干神武文化局大军一夜追击李渊，连追600里，可怜的李渊何必行凶之鸟咯？仁寿4年，隋文帝驾崩不久，太子随日被刺。隋文帝并无留下遗诏，二太子杨广早就多无当中玉鼎地位，乃指使越国公杨素举荐老太师吴建章假作遗诏。吴建章为官廉政，德高望重，素知杨广欺人负兴，欲夺地位，不作遗诏，而写有一书提醒。老臣记足了。停上来！
本地死地不明，太子无过可恕。哼！大大吴建中无为属恶，将吴建中推出斩首。娘子，晋王请问啊，念及先王之心，宽下一番嘛。万也不能宽下，来啦！啊，斩！有旨哦。边晋王既斩首了，去马上何在？你领兵5,000，将我家万文操斩不得为止。晋王啊，我建中之子我混调，单锋何族，镇守南阳，勇冠三军，力敌万人。今后无早提必有大患，望晋王派兵发制，以绝后患。韩擒虎在，吴文成都在。韩擒虎领兵60万，吴文成都为后患，即日行书攻打南阳。了是了是。万国公，你快速给回朝，并选定良时吉日，后国王登基大宝。我心了知啊。禀小主人啊，老太师唔肯将杨广的命令继续先王为朝，日底满门被抄斩，我乃将乱军渡到南阳了。什么？父亲大人被父亲啊！小主人啊，唔当悲伤。大无好的办法啦！我要为父亲报仇，我要为父亲报仇了！边将军韩擒虎领兵60万来征南阳路，再谈出兵。我若不能扫地一般观察，誓不为人。招风在司马昭，对，您快点3万精兵击敌，遵命，遵命啊！水军当南阳之军展开麒麟关之战咯。我混调当地韩擒虎也将会战咯。麒麟关前形成兵对兵、将对将的局面。这个时阵，韩擒虎享有胜利。渡到查州港的时阵，遇到甘心欧文化级的兵士困战咯。可是李彦命在万分的危急，金小宝挺身跃出救援。见义勇为的金小宝有可能解救李彦出险吗？请看精彩续集，水动演义。